啊，點算啊而家？阿仔，係蕉，幫唔到屎可以食香蕉，香蕉有膳食纖維，咁咪改善便秘。哦，香蕉有好豐富嘅鉀啊，鉀可以治療呢個高血壓，呢個係嘅，而且仲可以防止肌肉抽筋，而且香蕉有很高嘅澱粉含量，可以幫你補充運動之後嘅補充能量啊！日蕉嚟。OK， 我而家日蕉。好好味，好好味。我想注意食晒。阿仔，啲香蕉啲知識係作品嚟㗎，阿仔有冇去教下我阿仔？哦，咁簡單嘅啫。咁咧呢本書咧就可以咧介紹唔同嘅水果嘅營養啦、水分啦、唔同嘅資訊。咁咧就可以咧介紹對我哋人體有益嘅營養同埋水果。咁有興趣就可以去即係OK。